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台中东区的乐成宫，早起是举办着汉溪妈祖祈安绕境，因为这个疫情佫亮起来，中央宣布要参加着大型绕境的民众，必须要有注满3剂疫苗的小黄卡。啊，台中乐成宫的妈祖的绕境是中央宣布这个政策了后，台中市所举办的第一场大型的绕境。这个庙方唔敢大意，离这个入口严格来执行着实名制，啊，摕这个小黄卡通过认证的信众，才会当搭迄个大纸来参加着绕境。点起马炮，台中乐成宫汉溪妈祖示境正式起驾。炮锣弄鼓，热烈气气，乱叫嘛准备出发。斟酌甲看，信徒的衫拢打认证的大纸，原来参加示境的信徒拢爱量体温，嘛爱摕细张黄卡或者是健保快易通，证明你有出过3下预防下，才会当大纸参加示境。我觉得还不错，这样子起码大家都是打满那个疫苗安心这样子。你是用健保快易通还是？对啊，健保快易通的。无注满预防下的信徒，都算真虔诚，嘛袂当参加。哎啦，无做啥歹势，你就在边仔看楼就好啊吼。疫情变啊真累倒，中央宣布参加大型示境的活动，拢爱有注预防下的证明。啊，乐成宫汉溪妈祖示境，阁是伫咧宣布后头一场大型活动，庙方唔敢大意，不过报道时有人袂记咧早注预防下的证明，所以就签切结书，安尼敢真正无问题。我也尽量先打啦，好不好？教卫生我尽量先打，无3剂哦，尽量卖哦。嘿哦，来亲戚啦。疫苗爱注3下，才会当参加绕境，为着让妈祖安心，发扬神威。示境专程袂当弄脚卡，信徒食饭嘛是以餐鸭仔代替倒菜。啊，这摆示境拢总爱22天，会经过台中市10个行政区，沿路拢需要管制人数，卖掠无注预防下的民众，和工作人员皮拢变得真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